OpenAI 出咗個新嘢叫 ChatGPT Alice， 一個 AI 瀏覽器，咁就會記住你中意乜，幫你訂酒店、改文件，甚至代你上網做嘢，聽落好好。但你有冇考慮過我哋係慳緊時間定係交出緊控制權呢？呢個瀏覽器咧唔止係搜尋咁簡單，佢有記憶功能，會學你嘅習慣，有 agent 模式，可以主動幫你格價、訂機票、填表格。你 highlight 一段文字，佢即刻跳出嚟幫手。你打開網頁，佢自動總結內容、分析數據，好似請咗個24小時 online 嘅私人助理。但係呢個助理呢，會比你屋企人更了解你想要乜，佢知你去邊買乜，關心乜，甚至你未出聲，佢已經知你下一步想做乜。方便係真方便，但係代價呢？科技嘅終極意義唔係令人變懶，而係令人有時間做返只有人先做到嘅嘢，有溫度、有判斷、有靈魂嚟嘅。當 AI 幫你做晒所有操作呢，你就要問自己：我仲有冇保留選擇權？定係我已經習慣咗俾佢揀啦？工具可以進化，但係人唔可以退化啦。AI 可以記住我哋嘅一切，但係記憶唔等於理解。效率唔等於智慧，方便唔等於自由。工具再聰明都只係工具，真正嘅智慧在於我哋點去用佢，而唔係俾佢用。我哋呢代人有責任守住一條底線，科技向前，人性唔可以後退。記住，你係主人唔係用家，識得用科技，更要識得做人。我係 Fanny，我哋下次再傾。